因为韩国烘焙专台造成韩流，所以大运动百货看准商机，每一档配合中秋节庆，拢会引进韩国流行的商品。该百货专台第二波伫台南的巡回展售，包括有韩国网络评比第一名热销的炸酱面，也佫有虾米、松露等各种的新口味，以及各种经典泡菜组合。现场甚至有直接用青葱来包，等台日来试食。相信对着韩迷来讲，有机会一摆看到韩国各种的美食伴手礼，一定是大大满足。今天就来韩国展啊，然后现场有蛮多好吃好玩的东西。然后我本身比较喜欢吃炸酱面啊，所以我来这边试吃，它口味真的还不错。对，然后最近中秋节也快到了，我也是想买一些泡菜啊，那泡菜可以加烤肉。然后还有那个清酒，这样是蛮不错的组合，这样子。疫情关系，大家都没办法出国去采买，这次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韩国。那这次我们特别邀请这个韩国厂商呢，除了现做泡菜之外呢，还有很多的一些韩国的道地的一个美食跟伴手礼。那我们除了这个伴手礼之外呢，我们还有现场还有一个邀请这个金大卫的一个连锁餐厅，现场来做一个可以现场做烤肉烤食的动作，那也非常的特别。展示活动一直到8月30号，百货都要推出韩国的好料，嘛这出消费满999块就送好礼，以及单笔消费满599块也可以当抽奖，有机会抽到6000块的商品券。台南新闻关及采访报道。